今日我哋邀請到香港心理學會註冊臨床心理學家趙思亞女士，同我哋分享一下面對親人離世，佢哋到底會經歷一啲咩嘅情緒呢？趙女士啊，其實如果面對親人離世，通常佢哋有啲咩情緒反應出現嘅呢？其實面對親人離世，特別係呢啲咁突然嘅過身，同埋係一啲咁大嘅災難嘅過身咧，其實家屬咧會有一啲好悲傷嘅情緒反應。但係呢一個嘅情緒反應咧，可能都經歷幾個階段。咁其實而家首要嘅階段咧，就會係一個嘅叫做否認啦，或者麻木嘅階段。咁好多時家屬咧係未能夠接受到一個咁震撼嘅消息咧，佢哋唔係咁能夠去承認到今次呢一個嘅親人嘅過世。咁所以喺呢個階段裏面，佢哋亦都可能會有啲震驚嘅情緒啦，或者震驚到唔識反應，有啲麻木嘅情緒啦。咁接住落嚟咧，家屬其實有可能咧會經歷一個好長時間嘅哀愁、好唔開心嘅情緒反應。咁亦都有部分嘅家屬咧會經歷到一啲好絕望嘅感覺。如果喺今次嘅事件裏面咧，係過身嘅唔單止一位嘅親人，或者係多位親人啊，甚至乎有其他朋友啊、街坊啊，咁對於咧遇難者嘅親人嚟講咧，就更加難以過渡啦。咁佢哋可能會出現一啲咧覺得咧心無可戀嘅感覺啊，又或者咧你覺得甚至乎有一啲嚴重嘅咧，就可能會傷害自己嘅問題。但係如果我哋能夠適時咧提供一啲支援嘅話咧，家屬其實可以慢慢咁樣去接納到咧家屬過身嘅呢一個嘅哀傷，然後咧佢哋慢慢重建翻希望，咁就可以復活翻去一個新嘅生活裏面。咁通常呢啲咁嘅哀傷期咧，需要歷時幾耐先可以度過嘅咧？其實哀傷期嘅長短咧，都係因人而異嘅。有一啲嘅家屬咧，佢哋嘅哀傷期咧，可能係幾個月啦，有啲可能係幾年嘅時間。咁但係咧，如果呢一個哀傷期咧係持續一個時間，我哋話6個月以上，而且咧係持續非常之悲傷，唔能夠投入翻自己平常正常嘅生活。又或者咧，大部分嘅時間都係諗住呢個喪親呢個嘅痛楚，亦都咧同時有一啲家屬嚴重啲咧，佢可能會出現一啲幻覺啊嘅感覺，又或者係一啲妄想嘅感覺，又或者一啲自殺嘅念頭或者行動。咁我哋話呢啲咧都係一啲好嚴重嘅哀傷反應嚟嘅。咁如果持續咗6個月，又影響咗個生活咧，咁我哋話呢啲狀況咧叫做複雜性嘅哀傷。咁呢啲咧係需要去有一個嘅心理介入去到治療。咁如果你咁樣嘅話，其實可以作為身邊嘅親人啦，可以點樣陪伴佢度過？其實喺一個咁艱難嘅時期咧，親友嘅陪伴咧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咁其實親友咧，佢喺身邊去陪住佢，多啲聆聽，亦都咧可以分擔到咧家屬嘅一啲重擔，例如係安排身後事啦，又或者安排佢哋日常嘅家務啦，或者照顧長者啊、照顧老人家嘅責任啦。咁如果親屬能夠係多啲去協助咧，都係有助呢一個嘅喪親者咧去復原嘅。咁同時咧，亦都要注意一樣嘢咧，就係最好喺呢一個過程咧，唔好問太多一啲嘅好詳情，譬如話家屬係點樣嘅過身啊，又或者係去尋找遺體嘅時候嘅過程啦，又或者咧係去問一啲好詳細一啲私隱嘅狀況，因為呢一啲嘅情況都有可能牽動到喪親者嘅嗰個情緒，令到佢哋情緒難以平復，亦都好難過到呢個哀傷。咁我哋所以話咧，喺喪親者嘅身邊嘅親友，其實最重要咧就係去陪伴啦、聆聽啦，俾一個支援佢哋，亦都千祈唔好催促佢哋從哀傷裏面復原，因為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嘅時間。咁喺呢個時間嘅喺佢旁邊去俾多啲支援同埋聆聽，亦都讓佢哋可以抒發到個感受出嚟。同時要注意，如果留意到喪親者咧有一啲傷害自己抽離同人接觸啊，又或者咧係感到好絕望嘅狀況咧，咁嗰啲都要去建議喪親者咧去及早尋求一啲心理支援。喪親者經歷嘅情況真係好唔容易度過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一個自己嘅步伐，好好咁順利度過呢個哀傷期。